我要一个草莓欧蕾冰的，还有一个热拿铁，糖浆多一点。这么点2杯饮料，你不是不喝咖啡？咖啡是点给我男朋友的。你男朋友？你怎么没说跟我讲？不是，之前那个让我不开心的烂人，是一个解救我的暖男。你看，他来了。 嗨。阿健说要正式介绍另一半给我认识。下单是怎样？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阿健。你好，我是阿健。应该是在看演唱会哦。白痴。爱去看表演不约我。 就路过去看一下。是谁说我们2个之间要没有秘密的？白痴哎！你要喝什么？红茶微凉水饮料。这是你们2个的饮料。沙滩肩并肩，将浪漫上演。快看，徐熙他们在过来，赶紧啦！一样的。做茶蛮热的。啊？你看吃那么多菜不够，像我们家小王会做的事啊。什么你们家？还应该那么夸张吧？ 跟他比认识你们2个好久了，是吗？我是girlfriend girlfriend 又怎么样？亏我刚才特地帮你做一道菜。你在干嘛？学你们的啦。徐启章，你现在双手抱胸，看可不可以看到你的后脚？双手抱胸。看后脚。起飞喽！ 很无聊哎，这是我高中生的歌。那我去买东西吃吧。走了。不错啊。怎样？感觉你们越来越好吧？什么时候告白啊？没那么快啊，哪像你？快一点才好啊。走了，不要废话。